Hello，咩話？啊有啊有啊。好，哦，你啊嗌下都冇乜嘢，得閒久唔久就要嗌下啊嘛。嚟，我哋送呢一個係乜嘢 ？Doctor CPU 嘅一個唇部精油啊，呢一個係啊唇部精油嗱。咁我哋咧轉頭咧就喺呢一個讚好直播送一支，公開分享落群組送一支，同埋留言關鍵字啊嚇，留言關鍵字係啦。咁我哋咧記得要嚟翻我哋 A Shop 呢一邊係啦 ，ACESHOP 呢一邊呢一支咧唇部精油咧好好用啦，好多朋友仔咧都話咧平時咧個嘴會爆拆嘅，生唇瘡嘅，用完佢之後咧好翻，我冇氣用完之後好翻，係啦嗱入咗嚟嘅朋友仔望一望自己係咪 A Shop 呢一度先 ，ACESHOP 啊呢一度係啦 ，OK 未？跟住入咗嚟嘅朋友仔。幫我正常你會喺呢一個版面嘅，喺呢一個版面，幫我喺呢一個位置撳呢一個嘅讚好掣，係啦，拉拉心心狂撳，箭嘴位置撳一下，公開分享去一啲群組，你見到所有嘅公開群組就幫我分享出去，所有嘅公開群組就幫我分享出去，跟住再嚟幫我分享去 WhatsApp 群組，係啦 WhatsApp 群組啊 WhatsApp 群組，再嚟幫我撳一下分享去你的限時動態呢一度，你的限時動態，跟住分享出嚟。雖然翻緊工，但係對眼睇住直播係嘛 ？OK， 數十秒啦。嗱呢一個，我搞下先咁。好，你黐關鍵字啊嘛，即係黐埋嘅。我加陣。好嗱，呢一個係乜嘢咧？呢一個係 Doctor CPU 嘅一個唇部精華，呢一個係啦，爆拆嘅朋友仔。跟住如果你係唇部咧好容易生唇瘡嘅朋友仔，你都可以用你呢一個。同埋有啲朋友仔咧可能搽唇膏啊，搽到呢個嘴唇咧冇乜色啦。即係感覺上好似長期啲人咧話，哇！你冇搽唇膏會覺得好似個樣好似病病地咁樣咧，你都可以用嘅呢個，可以幫你滋潤你個嘴唇啦。同埋有啲朋友仔個嘴唇啊，有一啲乾紋嗰啲你都可以用嘅呢一個。嗱，今日咧送俾大家好冇？今日送俾大家嚟啦！讚好直播，向上向下碌，最高嗰個朋友仔可以獲得一支，公開分享落群組啊，公開分享落群組嗰度都係啦。最高嘅朋友仔都係可以送一支，同埋留言關鍵字係啦，留言關鍵字好嚟啦，留言關鍵字都係最高嘅朋友仔可以獲得一支呢一個 Doctor CPU 嘅唇部精華。好嚟啦嚇，嗱一個讚好直播，向上向下碌嚟啦，最高嗰個朋友仔嚟啦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 ，Sherlock 風，恭喜晒 Sherlock 風，恭喜晒。試試菜嘅朋友係咪？試試菜，你兩個都喺度喎，你兩個 friend 都喺度喎 ，Sherlock 風同埋試試菜。好嚟啦，到呢一個公開分享落群組啦嚇，一入去最高嘅朋友仔，好，係呢一個試試菜，恭喜晒試試，恭喜晒。好，到呢一個。留言關鍵字啦，一入去最高個朋友仔嚟啦，最高嗰個呢一個就係 email Randy Pen， 恭喜晒 Randy， 恭喜晒，恭喜晒啱啱讀名嘅3位朋友仔，每人可以獲得一支呢個 Doctor CPU 嘅唇部精油啊嚇，係啦，好恭喜晒，關鍵字可以停啦。嗱，今日你哋有啲乜嘢產品想許願嘅都可以許願啊，跟住係咯，大佬嘅產品，你哋有啲乜嘢想許願都可以許願嘅。好，我 send 埋落群組先。嚟啦嚇！好，關鍵字可以停啦，關鍵字可以停啦。send 埋落群組，我哋直播咧就要正式開始。今晚咧，我哋會同大家去乜嘢咧？會去一個咧棉被嘅工廠啊，棉被嘅工廠，咁佢嗰度啲被咧係咩被咧？有咩被都有嘅，四季被、涼感被係啦，棉被一啲比較厚身啲嘅都有啦。咁你哋都可以WhatsApp Winnie 嘅係啦。如果你想要啲乜嘢被咧，即係譬如你想要涼感被多啲啊，定還是係想要四季被多啲啊，定還是係要厚被多啲，你都可以 WhatsApp Winnie 嘅係啦。咁我哋陣間咧，其實我哋揀咗一啲款噶啦，跟住陣間咧，我哋會再去揀一啲大家我哋認為啦，
咁我唔知啊。咁我哋嘅眼光係啦，我哋覺得靚嘅款，我哋就會揀俾大家。O 唔 OK？好嚟啦，好send 落群組先。OK， 好，關鍵字可以停啦嚇，關鍵字可以停啦。嗱，咁我哋首先第一個係賣啲乜嘢咧？第一個係賣啲乜嘢咧？第一個產品賣呢一個蝦片先係嘛？入咗啦，賣蝦片。好，嗱，第一個產品就賣呢一個蝦片同埋蟹片先，呢一個係啦，蝦片同埋蟹片。咁呢一個咧，我唔知你哋有冇食過啦。呢一個係非常之好食嘅呢一個，非常之好食嘅一個蝦片同埋蟹片。嗱，呢一個紅色咧就係一個蟹片，係啦，蟹片。跟住另外咧，藍色同埋黃色咧就係蝦片，藍色同埋黃色咧就係蝦片。呢一個咧一包係超級大包，240個 gram，240個 gram 啊！呢一個240個 gram， 呢一個咧真心，你嚟呢度你都唔會買得到，你嚟呢一度你都唔會買得到。係啦，嗱，咁我俾大家望一望先。首先係第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儀容好緊要啊！我唔剃鬚返工，啲同事話我好似生意失敗同破產咁樣，係冇錯，所以我覺得係儀容好緊要嘅。老闆你想象死人咩？又未食到，要睇住兩公婆食蝦片，所以你哋今日可以買，今日你哋可以。